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来到第二天，所有学生对基本的新闻制作拢有简单的熟悉。第二天除了先让小朋友了解要安怎来分辨新闻消息的真假以外，上重要就是要教小朋友要安怎写出完整的主播稿，并透过上课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一位主播基本的衫裤搭配各有仪态。快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想这2天也有一个课程是要认识假消息嘛，那因为现在网络都是非常的发达，然后大家都手机不离身，家家都有网络那相对的网络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很多消息那相对那个假消息也非常多。那希望这2天的学习可以让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假消息的一个认识了解有更进一步的那个一个想法也可以去辨别这个假消息。也希望大家这2天都是收获满满。主播也嘛邀请到专业的老师，教小朋友要安怎识读出主播的形象，并让所有的小朋友拢亲身到主播台来进行练习。大家好，我是张晨宇，欢迎收看8月27号星期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大家好，我是张晨真，欢迎收看8月27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大家好，我是林君燕，欢迎收看8月27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随着活动来到尾声，小朋友因对采访、写稿一直到报新闻拢有初步的了解。利用暑假2天的时间来到电视台，透过活动学习要安怎成为一位新闻媒体人。嘛，伫活动的最后，由中嘉宽平乡注册3冠王的总经理许文奎来向小朋友颁发结业证书。同时，嘛对大家2天落来努力表达肯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维新，欢迎收看8月27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1 WBSC 世界棒球经典赛将在27号晚间点燃战火。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再比个赞。